新婚姻之声广播电台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咱即马所收听的频率是 FM89.3，故乡的声音。故乡的声音这个节目是由咱婚姻观台语文研究学会的团队所制作的，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6点到8点放送播出。欢迎空中的听众朋友做伙来收听故乡的声音。我是这个月的主持人林武三，又搁来到咱的谈诗论文的节目。咱即马选落去的节目吼，来邀请到咱的张立东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家己的作品。立东老师你好。你好，我是日东。日东吼，歹势，这念迄个文头音嘿。因为较早阮阿嬷吼。因虽然毋捌字吼，嘛是拢叫我日东。日东嘿，歹势啦，阮这吼较无迄个，已经袂记你有东这个音吗？歹势，好来，老师，你今仔日甲阮讲要来甲咱分享的吼，但是你要分享你的作品进前啊，你会使请老师会使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好吼，我是张日东吼，较早住宜兰啦。拢阿公阿嬷甲我带大。伫咧咱即个台语的即个路途顶悬呢吼，是感觉讲吼，大家做伙来甲即个吼，即区田园，咱来甲吼灌入新的活水，通互伊安尼通吼旺盛大坡尾啦吼。我著定定伫讲吼，咱爱传承祖先旧话语，过来记接文化新台湾。所以就是讲伫咧即台语吼，这条路呢，我是感觉讲吼，行着真赞啦。咱有心去甲做吼，一步一脚印，伊就会当有这个成果。进前有伫咧迄个台视，个尾后有去公司吼，有做这个台语新闻的配音员。伊就是迄个伊互阮迄个稿吼是华语稿，阮就是爱现场迄个目睭看是华语稿，咱个喙念出来都爱随家念迄个台语安尼吼，真深色嘛，真趣味。真无简单嘞。袂就是迄个一款的条件。真爱像迄个立东老师安尼性格，这种前辈级的，较有法度，这真正毋是逐个有法度念得出来。无影，我家己嘛是吼，强要倒条无目水啊！我家己要是爱好好搁学习吼，安尼才会当吼，较学了会较济味啦嘿。老师，你今仔要含咱分享的，你家己的作品是，甲我介绍一下安尼嘿。好，就是有伫咧迄个海洋文学吼，搁伫咧咱教育部的迄个网站搁咱的网报吼。咱这台语文章，我是今日是想讲要来看时间啦吼，我是按算有3篇吼，3篇要简单来小解一下吼。一篇是新诗，叫做《稻仔若人花》。较早阮住宜兰庄脚，迄个吼，迄厝内都有种稻仔，稻仔若人花吼，迄稻仔花真芳安尼嘿。稻仔花会芳？稻仔花伊迄个芳味吼。你若捌闻过吼，你就知影讲，迄稻仔花芳开吼，有够赞。迄闻着吼，安尼真正是吼，规个人吼拢清爽起来。稻仔花确实是有芳味，无毋对。我毋捌去闻迄个稻仔花的味，我今仔日才知影讲稻仔花会芳呢。我宁愿吼，伊若咧开花的时阵。我讲你若是挑工挖起甲闻哦，无啥味。伊迄就是吼。爱风吹来吼，风拄吹来，爱你迄个啥呢？安尼规阵的迄个芳开吼，足赞的，足芳的，清芳啦。因为我拢闻着农药味较济，所以你甲我讲稻仔花会有芳味，我做汉尼有闻着歹势，我闻着拢大部分拢因蛇药迄种味啊，嘿啊。所以阮较早讲若迄个稻仔吼伫人花吼，搁若无落雨吼，定定拢通闻着迄个稻仔花的芳味，所以就是因为安尼，互我记忆吼，迄个印象足深的，想讲哇，安尼迄个
买手吼，各伫个真少量一款香味啦吼。啊，捌个端宜兰啊，佫有闻到一款味的时阵，哦，就亲像即个软过时间的崩空共款吼。啊，真有迄个古早的迄个气口。你当老师是宜兰人，所以恁的音内底有足侪是宜兰的腔吼。你拄仔讲软过时，嘿，软过。啊，阮遮讲，伫我会浸汤吼。嘿，阮遮讲软过。啊是。对。啊，我想讲，我着共款讲阮较早对，迄个故乡的即个啥，即个腔口。当然是安尼，因为拄仔阮迄个拄老师伊嘛是鹿港人，伊嘛有甲阮分享因迄边的，伊咧朗读伊的诗的时候，伊嘛是咧讲伊迄边的口音，足趣味的。嘿，阮会讨论讲，恁遐是安怎讲的，啊，咱遮是安怎讲的，啊，逐个会当交流，啊无其实宜兰的腔，阮有听着软安尼，吼，会晓讲即几个安尼啊。但是老师你拄仔讲的几句话啊，都已经有足侪音是阮会当互阮学习的。嘿，好，老师安尼你会使请老师开始。好，安尼我即摆就先来讲即篇吼，伫我那人花吼。啊，我就轻轻念吼，豆豆来讲一下吼，是虾米香味灌入阮的相思海，互懊悔的记忆搁再清笑起来，一夜一夜，要现人生的点点滴滴，偏着啊，目睭结微微，大力锁一口气，也芳转入阮深深的记忆，伫稻仔人花的时。稻仔若人花，做田人心花开，汗流汗滴无计较，希望拢伫涂骹兜，切顶定定，是做田人心血的结晶。毋知当时气候煞起反晓，该寒袂寒，怎人伤热？全球暖化，连 PM2.5嘛走来斗。害甲稻仔人花袂顺，稻穗袂把贵，切拍，敢讲人想要做仙，无爱孝古啊！早冬稻仔若人花，田下做堆天顶飞，田甲仔伊压好规暝，土地公报信，讲是好年冬，万冬稻仔若人花。九港风起放风吹，风吹，互风吹甲满天飞。空内毛蟹上餐花，敢是要食稻仔花？记忆是茶店顶的刀痕，有的深，有的浅。人生的拄长是稻仔在人花，有时风调雨顺。顺风一片旁，有时歹年冬过搞小人。稻仔若人花，闻着微微仔香，找找一个时间的傍空，对即摆即头，通到较早的迄头，要来去找找桃花源头。以上就是这篇稻仔若人花。稻仔若人花。好，老师，你拄仔讲的稻仔若人花，伊的你有讲到一个毛蟹爬起来田头，这是啥物款的情形？伫阮遐吼，迄个因为较早迄个啥早前啦吼，算讲迄个环境吼无受到霜冻吼，咱的做田有食水沟甲烧水沟嘛，吼。是。阮咧食水沟甲烧水沟，拢有真侪迄落鱼啊，吼。毛蟹像迄个烧水沟用石头贴的吼。毛蟹拢会迄个啥，住喺迄个石头坑内底。即摆稻仔若人花吼，稻仔若人花啊，迄个稻仔花湿湿啊，吼，还叫风吹入去即个啥沟仔底。即毛蟹吼，伊会爬起来食即个稻仔花，所以我甲讲吼。即个吼，空内毛蟹吼上餐花，敢是要食稻仔花？吼，这是较早一个吼生活的记忆。原来迄毛蟹毋是伫海边啊，甲有，
咱一般在讲的迄个毛蟹，就是迄正水的毛蟹嘛，用迄个讲有毛蟹讲无迄毛，啊，咱若是迄个海的迄是鲫啊吼，啊是讲翅啊，伊迄个迄两支大讲吼，佫无迄个毛啦，嘿。哦，这阮较早就无注意遐济，反正迄对囡仔来讲就是螃蟹。番茄会当食着，番茄会当食着，无甲伊管，真趣味，无甲伊管伊是为倒位来。对啊，拄仔要讲一句台语话讲吼，老人食鲫吼，或者吼讲无效啦，所以没有用。按怎讲无效？老伙仔喙齿用迄鲫仔讲吼，薄，迄就是讲吼教无法哩吼。啊若囡仔人食鲫仔吼，迄做现讲，囡仔人迄。迄个喙斗较内有哦，足劲食迄毛蟹讲，所以咱即句热起来话吼，讲若是老人食鲫啊，或者讲无效啦。若囡仔食鲫是吼现讲。哦，即安尼，即句爱甲你学起来。啊，过来吼，过来我是想讲要来迄个分享一篇叫做吼东龟山的旧厝。迄个东龟山的旧厝即篇是我较早生活的记忆吼，就是我从我较早生活伫迄个宜兰吼，迄个东龟山遐生活中的特地吼，伫迄间旧厝，就带我还有阮阿公阿嬷吼，安尼三个人吼，带伫一间即个叫做吼，迄是砖仔贴的迄落啥，看纸皮的尖峰的旧厝。砖仔是啥物？砖仔吗？砖头吗？砖仔就是砖仔。砖仔。因为我听无啥物叫做砖仔。砖仔就是砖仔。好，安尼了解，嘿。砖仔贴的厝是已经算个袂歹啊，较早有迄土角厝，迄还佫较，迄还佫较迄落。依然有迄土角厝吼，迄落伊迄土角吼。个用迄个掺土，个掺迄个牛屎吼，牛屎落去甲做迄个连接剂啦吼，牛屎嘿，顶悬咯看毛草，茅草咱讲做毛草，无我就安尼豆啊吼，豆来讲即篇东龟山的旧厝吼，像讲来带即个听众朋友吼，来去讲出我较早生活迄个过程安尼。我就豆讲吼，礼拜时整理房间，无意中去影到一张已经变黄去的相片。我俩啦，变黄的相片我讲变黄去的相片相片就是相片。就是讲。因为我这是写宜兰宜兰较早的遐生活所以我内底的漂音迄个大陆音漂嘛是拢有漂即个宜兰腔我即马都无搁规个搁解说一遍，我就是直接用宜兰腔来讲安尼好，来，我讲礼拜时整理房间，无意中影到一张已经变黄去的相片，摕我斟酌甲看。是一张50年前翕的旧相片，我的心切一个时刷来碾过时间的磅空，互懊悔的记忆搁再清笑起来。这是一张旧厝的相片，旧厝是一甲子前起的，徛伫个宜兰东龟山柯仔那遮，厝壳顶是尖峰的。厝外双面厝，因为无厝就袂下水。宜兰真够雨水，落大雨的时，安尼水才下会利。厝顶是看纸皮，迄个纸皮的表面佫有食点加，就是咱用迄个迄个保药去甲插咧纸皮顶悬安尼迄个啥，落雨的纸皮较袂烂去，甲会会排水拄则讲即个厝伊个厝身是矿砖外观看起来顶悬乌，因为是食点加，所以是顶乌的红红是迄个砖的色所以这算伫个50年代即落造型伫阮遐是真时常看会到啦，就是阮遐透底拢是差不多即款厝啦。我讲的透底是一直以来拢是安尼
好，过来，我讲记忆吼，亲像差点顶悬的刀痕，有诶深，有诶浅。即间古早厝4块链短，拢有种竹仔，是我出世诶所在，有我囡仔时阵满满诶记忆，有过去生活诶踏踏滴滴。会记伫5、6岁诶时。阮阿公捌牵我去厝后诶烧水沟去挽竹叶啊，伊就教我吼用竹叶啊拗竹叶啊船，啊甲放咧烧水沟内底吼，互即个船吼啊对迄水安尼顺落去吼。所以到即当阵啦吼，我想起来还佫通感受到迄落公孙啊做伙放即个吼竹叶啊船诶乐趣，所以即个互我印象足深诶吼。啊，若讲到阮遐迄个热天吼、热人诶时，厝前诶灯仔花安尼开甲红记记，啊，我上爱去挽即落灯仔花吼，啊，扫内底诶花蜜有无？咱足侪人拢会灯仔花甲挽起来，伊内底有迄花蜜，啊，甲扫起来吼，即个扫就是树吼，甜甜吼，啊，若无吼，就是吼，迄个扫了后吼，甲迄个灯仔花诶花心甲连起来，花心吼黏黏吼。通啊，甲黏伫迄片，吼啊片啊黏者即个花心啦吼啊，看着尖尖吼，所以讲阮就讲做囡仔爱耍啊，就扮迄个鸭肚啊吼，咱讲外国人讲鸭肚啊吼，感觉安尼真趣味。啊，即摆来小解即间厝吼，即落厝架做5间，内底住祖孙啊3个人。阮诶厝前有大球亭吼，大球亭就是伫读册吼。啊，阮有4分地诶稻啊，挂起来了后，册仔拢插伫遮。啊，讲到较早吼，阮较早厝内真散啦吼。啊，生活当然是无通好过。啊，阮阿公吼，高不二将吼，高不二将啦吼，甲人去甲人借钱。啊，会记哩吼，有几啊届吼，即个稻埕册仔都拍了袂大。啊，咧祭祖吼，就先来。迄个拍七星，哦，拍七星的意思就是讲，即个伊惊讲吼，伊即个啥，各甲别人借钱吼，啊，惊讲别人的祭祖嘛要来迄个讨钱，啊，伊就吼，看迄个其实咧册仔个还佫无盖完啦，啊，伊就先叫你挂起来，啊，挂起来吼，通啊不去拄笑吼，啊，叫做拍七星吼，所以讲祭祖过来拍七星啦吼，啊，不去拄笑。所以这是较早吼生活中的一个记忆吼。咱定定听着讲新德风宜兰雨吼，啊，伫个我的印象中吼，宜兰除了够雨水，嘛够风台吼。伫阮迄个年代啊，阮即箍犁啊遮，差不多是逐口罩拢有种竹啊，啊，甲即个厝吼甲围条着，啊，种竹啊要创啊，即个竹围主要是要避风啦。要遮风吼，啊若无迄风台来时阵吼，迄正经连厝外佫会晓去。吼，我佫会记哩，阮阿公啊，伊佫捌甲我创治讲吼，哦，伊囡仔人吼，你若无乖吼，风台若来啊，要甲你掠去缀厝角。哦，这较早定定听着讲吼，哦无乖，风台来要掠去缀厝角吼，安尼厝角甲入去互风台吼，晓去啦吼。所以我会记得阮遐宜兰遐迄个风台吼。拢定定对迄个落水溪口吼洗入来，我只爱补充说明者哦，因为阮宜兰人哦，国家咱即摆伫讲迄条吼南洋溪吼，阮拢讲做落水溪啦，所以阮讲落水溪，就是因为即条南洋溪定定拢会起落水吼，所以是伫讲南洋溪吼，毋是咱迄个下港迄条吼，迄条落水溪吼，毋是阮遮即条。毋是，因为咱规台湾讲落水溪哦，我敢会记得有几落条。啊，阮宜兰迄条南洋溪，阮在地人嘛是拢讲落水溪。好安尼。啊，风台又定定对迄个啥，迄个落水溪口吼，遐洗入来吼。啊，若着风抓的所在吼，咱知影风台来，有当时迄拄着风抓吼，爱风吼，迄口就足厉害。迄较早正经连人吼，连人个会去互迄个风吼，较早做大风台的时阵吼。人都去互风吼掀起来，这是事实吼。啊，就是讲印象中吼，风台回南的时阵吼，就是迄个风台目、台风眼有经过所在吼，
了后，搁过一时啊，风台就会起花南嘛，花南伊就食南四风吼，迄个风力有够大诶吼，大雨时安尼规桶倒啦。咱落甲安尼出高楼，就是讲原本无高诶所在用迄大雨落甲咱讲迄当时风台一个来个慢慢有安尼雷公死啦安尼落甲出高楼阮祖孙3个人就阮阿公阮阿嬷就咪诶厝内定定就听着讲迄风台有无，甲迄个阮拄无讲德位拢种竹啊，竹啊，拢叫迄风台吹甲安尼伊会吹迄竹啊会风台吹甲会吹啥，会去吹即个阮诶厝较悬，迄风一听咧悠悠叫咻咻叫，真正是惊到要害去我来讲，阮即落厝伊是坐北亚南啦厝身计做5间，对西市迄边甲县内滨头县内有分做即个顶边间大厅还佫有困房灶骹地条即5间啦即摆我就先对即个顶边间上边迄间阮就拢讲顶边间来讲起即间是专门咧放遐做田的鸡丝头较大片的亲像咱挂丢的迄个鸡气桶佫阮兜佫有一骹迄个石桶，啥是石桶呢？就是上早前的时阵咱挂丢伫咧无鸡气桶的时阵，较早鸡气桶阮会去佫用骹用安尼用蜡笔伊内底有一个迄个啥长箍会短甲将迄个切有无咱迄个丢迄切粒一粒一粒甲拍落来。较早期是用一骹迄个茶桶足大骹的丢挂起了后，直接迄个你个是摕迄个啥，摕迄个丢对石桶安尼大力甲削咧切无起来所以阮兜我会记得嘛是佫有一骹石桶佫有红果啦红果，这是大片，较细片佫有迄个白切的物件，所以咱是有做田，可能我即摆讲着拢听有有迄个大拖。白骨米糜、赤鸡、笨鸡，赤鸡甲笨鸡无共赤鸡较密啦，较油一般就是来这啥不切开笨鸡迄空较long细会当缀其他迄个啥像土啦、石头遐物件佫有扫西啦就是讲遮一寡做田的鸡丝头里里壳壳遮的拢放伫个顶边间毋过，互我印象上介深的是，毋是遮农夫即摆咧讲即个真熟悉的即个所在是吊伫个壁边一骹用红纸甲箍起来一个迄个灯光就是咱较早无迄个无迄什么往来锅罐有无？罐头罐头阮食了迄个罐头拢毋甘现实拢搁甲捡起来用我会记阮顶边间有一骹即个用灯光灯光伊用一张红纸甲箍条着灯光内底佫有插香咧我当阵早细了我毋知讲迄是啥，我就问阮阿嬷我讲迄灯光内底甲糊红红，佫有插香骹阮阿嬷就讲迄叫做香烟啦阮阿嬷讲迄爱甲叫阿姑原来即个灯光就是去服侍阮阿嬷生一个迄个查某囝因拄出世就无去阮遐的卖是安尼，你迄查某囡仔拄出世就无去迄当然袂使上红架桌顶嘛佫伫迄个较压贴的所在用一骹灯光安尼安尼简单甲服侍安尼尔阮阿嬷就讲这你甲叫阿姑我会记得伊的名做阿叔阿叔伊都出世无偌久，个过身无去阮遐若细汉就过身去，阮是拢讲无去啦，因为歹讲死迄字讲着加敢足毋甘的啦拢讲无去啦因为即款的伊就袂使上大厅的红架桌所以才会伫即个边仔间用一个简单的灯光甲拆起来安尼即摆印象上深的是这啦即摆来讲
会记哩吼，有当时啊，我若人艰苦吼，亲像讲若发烧啦吼，腹肚痛啦吼，啊，阮阿嬷，咱较早庄骹人吼，你人也艰苦吼，真安尼讲过，过去互医生看，因较早去互医生看真贵，啊个吼讲实在诶吼，若无较正严重是无去互医生看，拢吼先去吼求罗丹来食梅神啦。啊，其实迄吼是一种时代无奈。论真讲起来啦，迄毋是迷信，因为厝内个散车无钱，啊，迄落吼个无法度去互医生看，啊，所以高不二相吼，才会去梅神安尼吼。啊，所以印象上深诶，就是讲，我若安尼吼，腹肚痛时啊，人吼艰苦吼，阮阿嬷吼，就随点香哦，梅公嘛，啊，一个梅吼，就讲做是迄个啥，阮即个迄个阿姑吼，伫责怪吼，啊，迄个吼，尾啊一个问题讲知影讲吼，是伊讨要嫁，啊，迄当阵吼，阮阿嬷有讲吼，迄当阵差不多就是拄伊过身17、8年吼。咧活迄个20岁时阵吼，啊，就讲做讨要嫁，啊，讨要嫁，伊都过身去啊，袂讲话对无？这是照阮阿嬷讲话，就国家责备我啦，吼，啊，互我腹肚痛，啊，伊知影讲若互我腹肚痛，阮阿嬷会去问公妈，会去问啊，安尼，吼，啊是讲讲起来嘛真正吼，过一困啊尔，我腹肚就袂痛，啊，更较成诶代志吼，发生伫咧后壁吼，我来讲吼，真正吼到尾啊吼。有一个即个驶计程车姓林的查甫人吼，啊，即个查甫人驶计程车，阮拢毋捌伊哦。伊竟然吼直接找到阮兜来，伊讲吼要来带香烟啊做亲情，啊落尾手吼，落尾手即个伊就真正来带阮即个香烟啊吼。啊，我这么当然爱讲哦，啊伊是会知影讲阮兜有香烟啊，这也无人知，对啊，伊哪会知？吼，我会讲哦，阮即个。高场我伊伫驶迄个计程车吼，叫做林阿兰吼。伊尾啊，就是带阮阿姑了，伊就有直接讲啦。伊讲吼，有一工诶，迄个啥，迄个尾仔嘛吼，讲伊看到一个吼查某囡仔吼，啊甲砸车啦，吼啊头毛电到吼，看做讲头毛电到拄电诶啦，电水水啦，啊砸伊诶车来坐啦吼。啊，迄个查某囡仔一个上车吼，佮甲报吼阮兜诶住址啦。就是有甲报这个住址，啊，伊才知影找到阮遮来。讲起来就是阮阿姑家己去找这个高场的啦。啊，是讲这个代志吼，这是听阮高场吼，伊安尼讲到有一支病通掠啦吼。啊，到底敢真正是安尼吼？咱讲实在，这无法度去科考啊啦吼。直接讲啊，因为阿姑都过身遐久啊，这吼嘛无人知，这真正是吼死无对证的代志啦。啊，但是李东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伊甲伊查落来，啊，甲伊报恁兜的住址，问题是伊哪会知影讲这是香烟啊，爱来恁兜带，这个过程是这段是绕高去。哦，我讲较清楚。嘿，啊，伊个真正个在吼，我讲伊个伫迄个罗水溪，就是南洋市吼，阮咧高中住伫咧罗水溪遐吼。啊，伊个真正个查车咧，啊伊个甲报这个住址，啊驶，伊是无讲介清楚啦，意思是驶到阮遮来吼，啊伊就讲要，伊讲说伊要先落车啦，哦，啊迄落啊落车了后讲就无看人安尼啦，迄个伊就是有甲报讲吼，迄个伫迄个啥，科啊若笔号啦，有甲报安尼啦，啊所以伊甲找有阮遮这个住址啦。哦，对啊，毋过伊哪会知影恁？我意思是讲，伊是有搁去问，伊是有搁去问神，还是安那？伊哪会知影你恁兜有香烟啊？你敢听我意思？因为较早阮宜兰遐足侪带香烟啊吼，真侪差不多即款的吼。啊，因为伊一个落车了后，可能伊心肝内嘛感觉怪怪，因为伊讲安尼落车呢，干一下啊，就随无看人啊。对。我伫想伊可能吼心内嘛有感觉怪怪啊，可能就是有。照伊讲迄住址，就是讲好啊，无真正来甲看一下安尼。哦，这嘛是真趣味吼，有即种代志。哦，是啊。即马较少听到。哦。
好，中华来讲啊，阮兜的迄个啥门口埕放即个按摩图啦，吼。嘿嘿嘿。除了即个吼大厅是读册以外，吼，嘛是我画图的所在哦。我较早吼拢伫咧电厅顶悬吼，用一种迄个啥，迄个吼，阮遐有做石明，主持人你敢捌听过即个石明即款石头啊？石明。嘿。毋捌。伊就是吼，伫迄个啥，伫迄个溪仔边吼。嘿。咱来看，伊有一款石头吼，伊呢会当伫迄个吼阿妈头顶悬吼，画出迄个啥，迄个柑仔色，啊，佮有黄色的即个吼色水。其实吼，我有去查，迄款叫做黄蜡石啦。迄个啥，溪仔边，阮遐有当捡，我拢会挑工吼。去捡即个啥，捡即个石明吼，伫咧球厅顶悬吼来画物件安尼，吼，因为阮遮吼迄个西边甲看去吼，就是太平山吼，伫阮遐都拢看现现啊，亲像若寒人的时啊，太平山若落雪吼，迄白色色的雪吼，盖喺山头，伫阮厝遮都拢看甲足清楚哦，我个从迄个啥，迄个太平山迄个落雪迄个情形吼。我有咧球埕，看到吼，介成做卖日本迄落富士山安尼。所以这是我还未读册进前啊。读册了后吼，我个迄当阵下个分咧画图纸吼，互阮画图啊。就伫咧画图纸顶悬用迄个蜡笔有无吼？凊彩个捽捽的。阮老师讲我做，学老讲说我画甲真水啦。我会记你讲，佮叫我参加迄个画图比赛。迄就是拢有伫迄个球厅顶悬，然后伫画图真趣味安尼。即摆过来讲吼，对迄个门口埕入去大门就是大厅。阮大厅吼，迄个红架道顶吼，蔡新明吼，叫做法主公吼，法主公。法主公吼，迄面吼，乌伊听讲较早就是有掠蛇吼。阮拢讲，因为阮姓张嘛吼。法主公个姓张吼，阮是拢讲做张公吼。伊生是伫个农历的3月初8。因为伊面乌啦，听讲较早是去互要掠蛇的时阵吼，去互蛇的毒烟吼，甲清吼，清一个面乌，有人讲是去互迄蛇算死去，算就是安缩紧啦吼，恁讲算啦，我讲算吼，算掉安尼算死去吼。所以尾啊吼。有即款的造型吼，会记得我5、6岁的时阵吼，真正吼捌着一尾吼3尺外长的迄个啥雨伞伞，旋入来阮厝内吼。即尾蛇吼，伊旋到阮迄个法主公的头前的时阵吼，真正做安尼规尾蛇拢袂顶袂动吼。尾啊，阮阿公个举迄个棍担吼，甲赶出去安尼吼。另外一个互我印象更较深的是，伫个新明厅的后壁吼是迄个空层啊。咱较早迄砖骹厝啊有无？迄房顶啊，拢做迄个弄空顶有无？吼，阮遐讲空层啊吼。空层的壁边吼有吊一骹迄个叫做架摇啊。伫个较早，即阮拢讲架摇啊啦吼。伫个架摇啊，对，有一个架摇包，知影？我知影，即阮细汉。伫阮外公因遐，因遐嘛有人咧寄药啊，所以你讲寄药，我听有。好，安尼赞，我会讲吼，寄药内底吼有抹的啦吼，食的啦吼，真正吼，迄个逐项有吼。我会记哩吼，亲像迄个食的吼，有迄个胃散吼，另外吼，印象上深的，还佫有吼，伊有写啥物做惊风散啦吼，还佫迄个爱字菜有无？还佫迄个乌干仔飘惊风散，啥物囡仔着惊骂好，紧用迄个乌干仔飘惊风散，还佫个万金油啦，逐项有啦吼。其中吼有一个迄个叫做随生堂的即个药房，因为出一款叫做吼，即个吼食黑姑梢的黑姑药啊，顶悬吼，迄纸包伊迄黑姑药啊对无吼，迄是药粉吼，伫迄个纸包啊吼，就是迄个早说。伊迄包规包走细包无，纸包顶悬佫印迄个啥，一只虾啊，一只龟，还佫一支扫帚，虾、龟、扫帚，安尼代表叫做虾龟扫啦。就是食气喘的，食大气喘的啦。安尼哦，你遮趣味。你敢若佫会记得这吼？真趣味。无啦，我做细汉的时阵的代志，我
我敢若知影迄叫做假药啊，迄有药包，啊，毋过你讲的这黑姑啥，这我毋知。所以讲，这伫迄个年代吼，增加人吼，捌字的无济吼，毋过一个看着讲顶悬吼有一只虾、一只龟，啊，佫一支扫帚吼，就知讲这只虾龟扫吼。我若讲真正是有大气喘啦吼，就是迄个哮喘吼，若喘起来，就爱食即个药啊一滴啦。阮阿嬷是拢会吼，迄个苦劝阮阿公吼，讲吼，迄扫药啊吼，毋通食遐济吼，会真伤即个身体啦。过来吼，过来讲，即个照较早生活经验吼，宜兰有三高啦，三项物件真高吼，就是高风台、高雨水，佫高网虫。迄网真高，特别是较热忝的庄稼所在吼，迄个吼，迄网虫真正济到你挡袂牢。阮厝的大厅吼，边仔就是困房吼，即个空床顶悬都有泥网搭。迄热天时啊，迄网真高吼，所以有当时迄网搭若有小可破空啊吼，迄网吼，真正特别栽空咧，你拢知影倒有破空吼，就会吼烂入去吼，伫迄网搭内底安尼哼哼叫，哼几暝吼，吵到真正互你挡袂牢。所以我印象中讲细汉吼，定定过去有即个网吼，顶甲真忝，顶甲规头规面吼，安尼吼，迄网有无一个钉，像迄规扑着啊。是。迄红肿嘛，都一扑一扑红起去啦。因为凊伤都一直去甲绕，绕到吼发红佫浮人，发炎啦，发红佫浮人，规粒头吼，安尼吼拢生粒啊吼，看着敢若臭头啊，敢迄个臭头啊防腐咧，安尼吼，迄个臭头烂耳吼。因为我细汉吼，我细汉迄个。阿公阿嬷吼，迄个甲我带大阮阿嬷看讲我安尼吼，遮细汉囡仔规粒头安尼臭头吼，就真毋甘吼。伊有听人讲吼，这臭头生粒啊吼，讲着爱吼食珍珠粉啦吼，爱去迄个啥抹珍珠粉才会好。毋过我头前讲过，阮兜真善的对无吼，真善啦。迄珍珠粉是贵酸酸吼，厝内散吼。趁有迄落量上钱，通来买即个珍珠粉。是啊。我知影吼，这真正买阮阿嬷吼，就去跳切，去跳切，去换一束现金吼，走去迄个汉药店吼，去夹即落珍珠粉吼，转来互我啥，甲我抹，佮互我食吼。我知影讲迄当阵食敢真有效，才过一两工仔尔吼。原本迄个啥。迄个规粒头心拢焦粒啊，拢臭头烂耳吼。迄个珍珠粉一个送起嚟了后，佮拢褪红吼。所以我一直到即摆吼，我皮肤有够好诶。就是讲若小可去刮着啊，切着吼，结痂哦，到即摆真正嘛是要安尼，结痂就是一工两工吼，迄个空喙佮拢收缩佮拢好啊，好着较紧吼。所以我伫我诶文章内底啦，我来讲吼，这若要讲是迄个啥？珍珠粉的功效啦，吼！我讲我是会选择讲应该是阿嬷烧我的这个疼心啦，吼！这是阿嬷爱心，甲互我吼，甲我照顾遮好势，吼！所以我就讲较早迄个生活吼，都无钱啊，搁去跳切来买即个珍珠粉吼，想讲规口走是要食啥吼？所以讲这么想来吼，心还阁会做啦，真正是毋甘丢掉。我就讲50冬后50冬后来讲起这个代志也是足感谢阮阿嬷对我的这个疼惜。
即摆过来讲吼，讲我细汉啦，佫有一件即个吼，突墙啦，突墙就是疝气，恁遐可能讲对中呵，请教恁遐迄个疝气恁安怎讲？对中嘿，对，阮遮是讲对中。哦，对中吼，就是对是迄坠落的坠吼，中就是肠子嘛吼。阮遐是迄个宜兰哦，因为较挹贴，有真侪迄个啥，古早音啦、文读音。则先说迄个小解释，像宜兰人讲洗魂书吼，迄个吼，宜兰人讲迄个洗魂书，其实就是洗身躯迄两字啦。洗身躯。身躯吼，宜兰人念做魂书吼。魂书。这个原因哦，我借这个机会吼，来说明一下吼。迄个身躯的身吼，伫迄个真早以前吼，就是迄个古早时阵，中国音是本来是心是思音心对无吼？迄中国音因会转做好温分啦。过来吼，迄身躯的躯吼，文读音是书嘛。亲像咱讲一领衫吼，真合身是讲下书。对。咱袂讲下躯嘛吼。所以宜兰人讲的分书就是迄个古音啦、古早音啦，就是身躯迄两字。所以宜兰人讲洗分书安尼吼。好这个宜兰腔哦。我顶摆伫迄个啥网络顶悬有讲一个深色的宜兰腔，我会记得我讲哦，天还未关吼，真早就出门，来去远的路东公园遐吼，要来去买鸭母卵甲鸡脚脆吼，来到市场边哦，雄甲伊卵入去，看到迄个啥红心巴拉吼，圆，过猫滚吼，到迄个啥呢？要食的物件，安尼一大块，个安尼吼，甲妹碎一下，迄个开要几千箍啦。我看安尼吼，宁可紧来转吼。本来是要买鸭母卵甲鸡脚脆吼，我看规气吼，下暗吼，荤素洗好，暗顿食饱吼，才摕鸡脚脆看来追。拢有押韵的吼。系啊，用迄个宜兰腔，迄个顶摆甲写诶。过来吼，拄则讲到即个，要讲迄突墙吼，怎么来讲？就是较早吼，阮兜个较散哦，当然迄个无可能讲去叫家属吼来行会哦，所以若要行会拢，阮阿妈拢去捡茶啦吼。阮兜拢总干那3个尔，对无？让我招细汉那尔吼。要去捡茶，无可能讲爱我去捡茶，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吼。伊孤不二种嘛，先甲囥咧厝内吼。我细汉吼，迄个真爱哭，一个哭拢会激力对无？咱囡仔伫哭无拢会顶力激力吼。就是安尼一直哭吼，哭伤久一直激力吼。甲迄个因为你激力吼，迄个肠吼。等下讲伫迄个街边，咱就常是迄腹股沟迄个封闭不良对无？对。伫迄个街边个从突落去迄个，咱你讲迄个囡仔烂趴下面嘛，一看是碰对无？这咱就阮遐讲做这突墙嘛，就迄个疝气吼。阮阿嬷一个捡茶转来的时阵，看我还阁一直哭，但是哭到面翻青啦吼。伊讲安尼毋对咧，哇！伊就。迄个正紧张哦，就紧诶哦，让人去叫3轮车啊！我较早阵口要叫客轮车，无可能哦。让人较早有迄个3轮车有无吼？阁甲我载我去迄个罗东圣母病院哦，做迄个紧急诶迄个手术啦吼。医生有甲阮阿嬷讲吼，若阁慢得半点钟哦，迄肠若去压乌去吼，即个囡仔就无效啊。因为就是讲你肠子迄个凸出来，若去迄腹股沟有无夹了后，迄肠会迄个缺氧坏死。咱台语就讲肠若压乌去吼，即个囡仔就无效。当然无效，囡仔是就袂搁伫遮讲。对。家在，我要讲家在心灵光马有保庇吼，性命才捡转来安尼吼。所以你也足感谢阿嬷诶。对，我即摆这段话来讲吼，当我较大汉诶时吼，阮阿嬷就甲即件代志讲互我听吼。我看到阮阿嬷伊目眶嘛红红吼，
亲像你即摆讲吼，伊要去跳查无共我即摆好势共款。其实我心内吼是足感恩阮阿嬷，因为是时代的无奈啦吼。所以我就讲吼，一直到即仔吼，我犹原吼真想要伫，因为阮阿嬷已经过身真久啊吼。我犹原吼是讲要看我就伫咧梦中吼，大家期待甲阿嬷吼相见。甲即句囥伫咧50多年前的即个话讲出来，我要讲吼。阿嬷吼，你心肝毋通艰苦吼，就是讲自我红红幼幼吼，拢是阿嬷咧照顾我吼。伊安尼吼，甲我摇吼，甲我饲，甲我落屎落尿吼，惊我枵，惊我寒吼，惊我即个吼头烧耳热吼，真正是吼操心背白劳心苦情咧照顾我。我就讲即款的温情比天较悬吼，比海较深啦。所以阿嬷伊是我永远上少年的人。这段吼就是你讲我迄个较早迄个突枪的代志，拄好今仔借这个机会，甲这个心内的迄个感受安尼讲出来。真好啊！你这空中这会传去互阿嬷，嘿，因为我细汉嘛是参阿嬷做伙大汉的啊，所以我做有感想的。你拄仔讲的迄对中迄吼。我跟你讲，毋是敢若查甫囡仔对中尔，我细汉阮妹妹嘛捌对中过哦。我捌听过，讲查某嘛。查某嘛会，所以毋是讲敢若查甫会尔，嘿啊，所以这嘛是一个足特别的代志。所以就是讲，立东老师今仔来甲咱分享遮尔济，因咧宜兰的遮尔济趣味的代志吼。真感谢，毋过咱的时间就差不多啊吼。立东老师，你后尾还有啥物要特别要补充，还是你一定爱讲的？你会使后壁一丝时间甲咱讲一个。我来讲一个吼，来做 ending 啦吼。我讲即个吼，人生的大舞台，苦出笑开拢公开，有时是甘甜苦涩做伙来。我出世无偌久吼，爸母就离言吼。毋过我无怨天，无怨命，简单有感恩的心吼，要感谢上天派两个菩萨来看护我。当然，这两个菩萨就是阮阿公甲阮阿嬷吼。所以用我这篇文章我做东龟山的故事吼。上尾我就讲吼，感谢上天吼，派两个菩萨来照看护我。互我有一个上温暖的收吼，就是这篇文章的这个题目名叫做吼《东龟山的故事》吼，足感谢。今仔这有够精彩吼，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有伊的故事啦。感谢立东老师今仔来甲咱分享，安尼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再会。各位听众朋友吼，再会。好，再见。多谢真多谢，再会。
是美丽故乡，三时间稻仔在结穗，故乡啊，我的故乡，听着是紧紧的笑声。做梦是细汉的故乡，古辣椒田园在酸水，故乡啊，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